让你们有鼓掌，代表你们还没有睡着吗？会不会想睡觉啊？很好听哦。那闭眼睛就好。哎，你们有喝饮料吗？今天有喝水吧？水哦，啤酒啊，不是酒哦。很开心，森林系的巡回第一场就这么多朋友来，然后，很算满的样子呢，有满吗？有啊，你们刚刚排队有很久吗？有。哦，那代表还不错啦，还不错，好。然后上次有一群，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有听到了，我承诺过了，就是可能那时候表演没有满足到他们的需求，然后我不知道话真的不能乱讲，我那时候答应他们说我要唱蔡依林的《舞娘》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就有交给嘉伟上位。哎，他们，你们干嘛？你们的表情那么奇怪？设计师很辛苦，帮他们做衣服，然后本来之前是短裙啊，哎，冬天要来了，他们变长裙了耶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可能下次来就会有围巾吧，然后再停一只鸽子，还有什么之类的。森林系，他们很辛苦的森林系女孩，妹妹，那妹妹辛苦了，我们要唱舞娘啊，可以吗？你们想听吗？会不会破坏刚刚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气质的气氛？不会啊，我歌词背得不太熟哎，啊，这没关系嘛哦，你们录影，然后帮我 email 给蔡依林，希望她有一天跟我合作。我们叫做不是双 J， 我叫署名 JS， 好奇怪了，可是 SJ 就是 Super Junior 了。然后好了，有机会可以合作的，然后就。就靠这首有没有爆红了？好，来，这首歌《舞娘》。摧毁，旋转飘曳，我闭着眼，真相看不见，你只是了眉眼，百年夏夜，我不停歇，模糊了年岁，时光的沙漏陪我沉睡。
年岁，时光的少被我踩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剩下看不见你沉睡的眉眼，白天夏夜我不停歇，模糊了年岁，无恙的喜悲没人看见。无恙的喜悲没人看见。怎么突然安静下来？好像我做错事了一样。还可以吗？可以。赞啊！帅。有没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？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乐手。